劇有喜怒哀樂，人生有佢，就必定喜樂。人生萬變，但耶穌嘅愛永遠不變。無論路途有幾遠，人生有幾多嘅挑戰，我哋都好樂意成為你嘅同路人。一語同路人。各位聽眾朋友你好，我係 Jillian， 好開心又為你送上一語同路人嘅故事。呢次嘅同路人嘉賓叫做洪小琪 Ella， 佢曾經係電台記者。記者好多人會話無冕皇帝喎，地位超然，可以埋身嘅同非一般嘅人做採訪添，係令人羨慕嘅專業工作。咁 Ella 呢位當年嘅資訊大師呢，卻係話佢喺身份上有限制喎。咁究竟係啲咩限制呢？ Ella 佢後來又做咗宣教師，可以突破佢所講嘅限制。咁究竟係啲乜嘢契機同埋來龍去脈，讓到 Ella 有機會作出改變嘅呢？而佢所講嘅宣教師工作嘅情況又係點嘅呢？好啦，欣語喺香港嘅節目主持周淑萍呢，就同 Ella 洪小琪做咗以下嘅專訪，我同大家一齊嚟聽下。小琪，你開始嘅時候係讀傳理系嗰啲嘅？係啊，冇錯，我係因為讀浸會傳理系而因此咧能夠有機會加入電台嘅。其實咁你喺電台做啲新聞性嘅節目嘅主持，亦都係做記者嗰啲。其實我做記者係第一年啦，啱啱喺傳理系畢業嘅時候就係做記者。1年之後我就加入咗一個商營嘅電台，咁啊當時係做資料搜集嘅喺節目部嗰度，咁慢慢就一路做節目主持啦，一路就升做監製啊等等啦。咁我其實都做過好多類型嘅節目嘅，包括有遊戲節目都有，亦都有做過音樂節目。咁但係後期呢，我主力係做一啲叫做資訊節目。咁亦都有啲時事去採訪人物啊，或者係啲社會基層啊嗰啲都好多都會嘅。因為我哋當時嘅資訊節目呢，其實都係好多元化嘅，咁變咗我哋都會好緊貼當時好多熱門嘅話題啦。咁譬如到97前後有好多我哋都會訪問好多基層或者甚至中產當時受到金融風暴影響嘅人，咁我哋都會做好多。咁我一路都對記者呢個行業呢都幾好奇嘅嚇，日日面對咁多呢啲咁變化萬千嘅嘢咧，其實對生命或者對人生啊，對啲財富啊呢啲，會唔會影響你呢啲咁嘅睇法嘅咧？其實都有㗎，周淑萍，因為我記得我初入行嘅時候咧，我其實就唔係一個好有熱誠去做記者嘅人嘅，因為我自己傳理系咧係讀公關廣告嘅。其實咁不過當時我嘅上司咧，佢就鼓勵我，佢話如果你真係諗住行公關呢條路嘅話咧，其實你係應該要做下記者嘅。咁第一咧可以結識多啲人物嘅脈絡啦，咁第二咧就係你會更加知道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啊，記者需要啲乜嘢，咁到你將來如果有機會做公關嘅時候，咁你所有設計嘅活動咧就更加能夠見報嘅機會大增啦。咁因此我先至話好，咁我就試下做啦咁樣樣。咁結果嗰1年呢，其實對我嚟講都係有好多嘅啟發同埋衝擊嘅。其中因為我哋有時都要做一啲突發嘅新聞啦，電台記者就係時間係最緊要噶嘛，一接到有事嘅時候，我哋就即刻要跑去。其中有一件事，其實到現在為止對我嚟講都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就係有一年喺北角就發生咗一個工業意外，有一個籠 lift 就係即係跌咗落嚟。當時其實都，如果我印象冇錯，好似係
唔記得5個人定6個人呢係因為呢個意外喪生。其中一位嘅死者呢，其實係一個16歲嘅會考生嚟嘅。當日發生意外嘅時候呢，其實係佢第一日返暑期工。當時我哋接到消息就去咗醫院啦，就未證實佢喪生嘅消息嘅。當時大家就喺度等啦。咁作為一個記者，好自然梗係要希望埋到佢屋企人身啦，希望攞到一少少佢嘅背景資料。但係第一我又初出茅廬啦，啱啱第一年去做。第二呢，我望住佢哋屋企人呢，其實我好難行埋去。我係不能去喺呢個時候好似打擾咗佢哋當時嗰種好哀痛嘅情緒。咁所以我就喺側邊非常之猶豫。咁但係當時有好多資深嘅行家就佢哋都要做工作，咁所以佢哋就會埋去啦，用好技巧嘅方法去關心佢哋。當然係與此同時就係攞一啲資料啦。過程嘅裏邊我就喺諗就係原來我哋作為一個記者，其實我哋好求真嘅。其實我哋要希望能夠報導一啲事情出嚟係貼近真相。但係當我哋去搜集呢啲資料嘅過程嘅裏邊呢，我哋同個事主嘅關係呢係好似好近，因為我哋都會問佢哋一啲可能好深入嘅問題，但係其實又好遠。當佢哋喺最有需要嘅時候，其實我哋所能夠做嘅好有限，因為當時我嘅崗位其實係記者啊嘛。咁到真係證實咗呢個年輕人喪生嘅消息嘅時候呢，我好深刻就係成間醫院就都係好震撼啦，屋企人就喊得好傷心。我嗰一刻其實呢，我好想去攬住佢屋企人，但係因為我個角色唔可以呢。咁到現在為止今年應該已經差唔多10幾20年後嘅今日呢，我仍然其實好記掛住呢個家庭。我都係常常喺度諗翻起，究竟呢個家庭點樣去度過呢一個咁哀傷嘅時間呢？咁另外我都會接觸好多基層嘅家庭啦，我哋會去深水埗嘅農屋啦，去做一啲嘅採訪啦，甚至乎喺97年之後，我哋訪問過一啲中產家庭。其實係一個好典型香港好勤力、好勤勞嘅一啲家庭，辛辛苦苦可能兩公婆做嘢，跟住儲咗幾十萬咁樣樣。但係當時97前後其實都係買唔起樓嘅，係俾唔到首期嘅。於是乎就推出咗一啲夾心階層置屋計劃，咁就哇好開心能夠即係抽到啦，有機會買到樓啦。但係正當佢哋俾咗首期之後，咁樓市就冧。於是乎就成層樓變咗負資產，好難去揾到銀行做按揭啦。就算揾到都好啦，有一啲嘅家庭嘅家庭支柱或者個爸爸突然間俾人解僱，咁成個家庭陷入咗一個非常之難嘅處境嘅裏邊。咁我做呢啲訪問嘅過程裏邊，亦都係喺個心裏邊諗，冰山一角。類似嘅家庭香港好多，我哋究竟點樣可以關心到佢哋、關懷到佢哋？但係記者就只能夠報導呢個真相，或者係讓社會或者政府知道佢哋嘅處境，希望能夠幫到佢哋。呢啲都係即係過程嗰啲，我就覺得原來係人生好多意外嘅，人生好多嘢我哋掌握唔到，咁我只能夠去報導出嚟。但係我要進一步進入呢啲人嘅生命呢，我就做唔到。天與地有苦難多，無情世上人繼續漂泊長征，夜冷人倦雨未停，盼望可以享安靜，請你讓我信靠，風裏面對幻變生命。一切就似不斷才跑去比拼，追逐裏何時會令你尊敬？潮湧叫夢想人漸似木偶埋沒了感情，離開虛方境界投入你豐盛，時勢紛亂能靠住越過千尺浪，讓我更加感謝你，發現絕困背後千般美。我觀看你叫夏去冬來，萬變中多生氣破曉朝露。一轉眼神霧似煙飛，遼闊宇宙，神後人越過中天地，照顧到忍不捨不棄，每日每天。我雖不配渺小細微，
你是原是那位讓一生讚美。咁聽你咁講，你感受咧，即係其實係生命同埋財富都唔係掌管喺我哋自己嘅手上。係啊，我記得我9七前後我有做過財經節目㗎，嗰陣時係好瘋狂嘅，啲聽眾們呢，係我嗌個 number 咧就會揾我哋嘅節目主持人。我想要咧就1、2、3、4咁樣樣，究竟咧係揸定沽啊咁樣樣。咁跟住你問佢，你知唔知1、2、3、4係邊間公司㗎？你知唔知？佢係唔緊要㗎啦，賺到錢就得㗎啦咁樣樣。咁當時咧我哋係即係我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咧，我都會鼓勵佢，其實你一定要即係知道間公司嘅背景啊，等等等等。但係咧，其實當時啲人係唔會聽你，完全唔會聽你，真係陷入一個瘋狂嘅狀態。咁但係啲咩嘢令到我哋生命有時好無奈、好絕望，但係仍然有希望咧？你自己亦都經歷，即係雖然你成日採訪人吓，但係你自己嘅人生故事都經歷過有啲好特別嘅地方。其實當然咧，即係除咗我係眼見到有好多類似嘅家庭之外咧，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經歷過，就係一刻之間突然間好似你完全掌握唔到生命，或者無論你賺幾多錢都好啦，有啲嘢原來真係買唔到嘅。咁嗰個就係我媽媽。咁喺我初出嚟做嘢嘅第一年嘅時候咧，我媽媽其實當時就原先應該係享福噶啦。當時我屋企人啦就亦都啱啱買咗樓，裝修好晒間屋嘅時候，突然間媽媽就中風。係啦，嚴重嘅中風，腦出血，咁就送咗入醫院。咁只係半日之間啦，佢朝頭早就話頭痛，跟住到我哋送咗入醫院，到下晝嘅時候，佢已經係躺咗喺張床裏邊，半邊左邊身全部都係唔能夠喐到啦，已經係全半身嘅癱瘓。當時對我嚟講最大嘅震撼就係因為我啱啱係出嚟做嘢，我係全家最細嘅。換言之咧，就係媽媽真係正正可以享福啦。佢所有嘅仔女都已經出晒身啦，已經係可以能夠享受仔女對佢嘅回歸啦。咁但係突然間佢就瞓咗喺度。我哋買咗層新樓都冇用，裝修完咗係啦，都冇用，因為佢都唔能夠享受啦。對於我哋整家人嚟講，亦都係非常之困難。特別係我爸爸，我成日形容咧，我爸爸我以前唔覺得佢咁愛我媽咪嘅，但係我媽咪有事嘅時候咧，佢喺醫院嗰度入邊咧係喊到咧，成間醫院都聽到，直情喺度，點解會咁樣樣？就係一個好哀慟嘅處境咁。就喺呢個時候，我就突然間發現，咦，原來我以前要掌握嘅一切，或者我以為我生命咧，我係一個好需要安全感嘅人。我好勤力讀書。我希望咧考得好成績，就入一個好嘅學校。入到好嘅學校嘅話咧，當時我哋嚟講入到好嘅學校就幾乎你嘅前途一片光明噶啦，你就一定會揾到嘢做啊！飛唔飛黃騰達就係另一件事，起碼你一定唔會餓死。好穩定嘅生活，你都唔會好困難咁樣樣。於是乎我就好勤力做所有呢啲嘅事情。但係突然間就當媽咪躺咗喺度嘅時候，我發現，咦，唔係喎，我幾勤力都冇用喎，我賺幾多錢都冇用。我突然間好深刻嘅4個字就係劬勞未報。即係作為記者吓，即係你成日都面對呢啲咁嘅場景吓，但係到嗰樣嘢真係臨到自己身上面咧，即係其實幾有經驗都係應付唔到嘅，即係都係措手不及啊。係啊，我記得我當時打電話俾我監製，我想要請假啊嘛，我媽媽出事，我一講佢一接電話嘅時候，跟住我就已經講唔到嘢啦，係啦，我已經不能講嘢啦。咁後來我監製好好咧，就即係俾我一路放假去處理我媽媽嘅事情咁。當時其實咧，我係信咗耶穌嘅啦，已經。咁但係過往當我年輕嘅時候讀小學嘅時候，開始認識我哋嘅信仰。到我讀中學嘅時候，我中學、大學啦，我都係有返教會，有返團契。但係嗰陣時嘅上帝同我距離都係好遠嘅，我都係仍然好多嘢要自己揸住啊，自己勤力做嘢咁。就係嗰個係一個信仰咯，或者我係有一啲宗教生活啦，我去返團契啦咁。但係耶穌係同我可以係冇關係嘅，耶穌係冇進入喺我生命裏邊，我會咁樣形容。但係當媽媽瞓喺度嘅時候，我突然間發現，咦，原來唔係我可以掌管生命，係呢個天地嘅裏邊係真係有一個生命嘅主宰去決定一個人究竟人生有幾長。咁嗰一刻我就體會到乜嘢叫做生命嘅主宰。
人生經過的縱快意，到盡的一魂，如一聲聲嘆息而飛。誰竟為曉得主的心，時刻被你吸引，與你公義同行。你看千年如已過的昨日，猶如夜間一根，猶如垂成的草，枯了再生。教導我日子怎樣行，每日數算主人，讓我得着智慧的心。神啊，願得見你榮面，寧靜地安躺於你身邊，每天思想你的聲言，求你讓我飽得你慈愛，憑着應許到每天，一生一世隨着你不變。咁亦都喺呢個時候咧，開始我屋企人就去傾究竟媽咪喪禮嘅禮儀啦。雖然媽咪當時就諗到最壞啦，諗到最壞，因為醫生已經話係乜嘢都做唔到。當時佢嘅血塊係喺腦嘅中央，咁所以又唔可以做手術，咩都做唔到。講緊而家係18年前嘅事，咁當時嘅醫學亦都冇咁先進。醫生就係話佢係有生命危險，即係暗示其實已經冇可能繼續生存。於是乎我哋就傾呢個禮儀過程嘅裏邊呢，就最後我哋屋企人竟然就話選擇基督教禮儀。但係咧，除咗我之外咧，其實我就全家人就冇人信耶穌。但係咧，我心裏邊其實咧，我係好感恩嘅，因為正因為我係最細啊嘛，佢哋成個討論咧，我係冇份參與。我係唔明白點解我姐姐最後決定話，不如我哋行基督教禮儀。呢個時候，我姐姐一個朋友就打電話佢俾佢嘅牧師。就話有一個咁嘅情況，可唔可以你即刻嚟到醫院向呢個即係重病嘅病人去傳福音啊？咁樣咁就嗰陣時係凌晨12點幾。係呢個牧師真係好好，佢真係完全唔識我屋企人，趕咗嚟醫院去同我媽咪去床邊嗰度同佢傳福音。好感謝神，媽咪信咗耶穌，並且即時咧牧師就為佢喺床邊度洗禮。洗禮嘅時候咧，就當時病房有爸爸啦，同埋媽咪同埋牧師嘅啫，我哋喺病房外邊。咁爸爸係見證住成件事情。咁洗禮嗰一刻，突然間爸爸嗌咗出嚟，佢吓點解會咁㗎？咁就洗完禮嘅時候，突然間一路個血壓就一路下降。爸爸睇住個機個閱讀機嘅數字一路跌到140幾啊，一個比較正常啊，個脈搏都去到個正常嘅水平。爸爸覺得好神奇，唔知點解好戲劇性嘅場景都係一個係啊。咁當時連牧師都覺得好詫異啦。咁到最後牧師離開咗啦，咁媽媽就仍然都係即係半昏迷嘅狀態。喺嗰一刻我就同上帝有個祈禱，我同上帝講話，神，我知道咧真係喺你裏邊係最好。我唔知道咧你會唔會接走媽媽，但係我知道一定係最好嘅安排。如果你最後決定呢一刻要接走佢，我都知係最好。但係我作為佢嘅女兒，我好想能夠侍奉佢，我好想能夠去報答佢過往照顧我。你可以嘅話，你俾佢留低咁。我就咁祈，但我知道唔係我決定，即係我知道佢係生命嘅主。我知道唔係我決定，你可以嘅話，你俾佢留低。我就做咗個咁嘅祈禱。咁就喺呢個祈禱之後呢，媽媽嘅病情就穩定咗。後來我哋就轉咗由瑪嘉烈就轉咗去伊利沙伯醫院，一個即係九龍區嘅龍頭醫院。咁當時有比較多腦科嘅專家就去處理媽媽嘅 case， 結果就決定幫媽媽做手術。手術做咗8個小時。咁最後媽媽呢就好奇蹟地就生存咗落嚟，到今天。亦都係因着呢個緣故，我就全家人都相信咗耶穌。我聽翻我姐姐嘅分享，佢就係話，因為就係我當日嗰個祈禱，讓佢經歷到咧咩叫做出人意外嘅平安，讓佢知道佢哋我哋好忙亂嘅，媽媽一出事嘅時候大家都好忙亂，好手足無措。但係姐姐就喺個祈禱嘅裏邊知道咩叫做最好嘅安排，咩叫做最好嘅歸屬。佢突然間經歷到一份平安，以至後來我哋就一齊翻教會啦，去受洗啦，一路到而家。願主看顧你，願平安歸於你。
生，直到萬代懸殊的福氣傾倒於你，我的主真的愛你。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深入嘅了解，我哋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我哋嘅電話係416-788-3322。咁係咁樣令到你成為宣教師，抑或其他嘅嘢呢？因為呢，當然生命有啲改變先令到你有咁嘅抉擇。但係當時呢，你係有份好穩定嘅工啊，薪高糧準或者好有福利嘅，點解要咁做？嗰時你做緊係咩？我嗰陣時電台嗰度做嘢啦，咁我其實係公務員嚟嘅，我喺公營嘅電台裏邊做。點解啊？即係如果我哋基督徒嚟講，就係叫做上帝呼召啦。咁但係可能非信徒覺得好難明白，究竟乜嘢叫做上帝呼召嘅？我會咁樣形容咧，即係當然經歷過我媽媽奇蹟地存活，係讓我好知道呢個上帝真係又真又活，好真實。咁佢真係喺我每一日當時媽咪嘅康復咧，我每一日嘅祈禱咧，其實好具體嘅。嗰具體到就係媽咪能唔能夠排泄啦，佢會唔會有如果瞓得耐，佢背脊會生瘡噶嘛？咁我哋又要即係處理嗰啲好多呢啲好微小嘅問題咧。其實我哋都係真係喺禱告裏邊咧，神一路咧就係即係應允我哋啦，即係我見到佢原來佢真係聽，佢係咁微小都照顧到嘅。咁於是過咗好多年之後，其實媽咪出事咗，應該係6年之後啦，我先至係去做宣教師嘅。嗰6年間呢，其實都係我係每一日去認識呢個信仰更加深，知道呢個上帝究竟有幾愛我。咁亦都係因為咁，所以當上帝真係去同我說話，希望我能夠服侍佢嘅時候呢，我係好自然地決定，我冇乜猶豫。當時佢點樣同我說話呢？就係我去一個崇拜。係一個崇拜，即係基督徒嘅聚會啦。星期日嘅時候，我去咗一個咧，其實我平時就唔係成日去嘅教會。個原因咧就係我自己翻開嗰間教會咧，就星期日崇拜，但係我星期日其實成日都要翻工嘅，所以我就有陣時星期日朝頭早去唔到崇拜，翻唔到自己教會咧，我就會晚上嘅時候就去其他教會嗰度崇拜。崇拜嘅時候，牧師咧就即係會講道啦。講道嘅時候，佢就發問咗一個問題。嗰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哋咧喺食飯嘅時候會祈禱啦，會感謝上帝噶嘛？喺感謝上帝嘅時候會話求神咧潔淨呢個台上嘅食物，讓我哋食咗之後有健康嘅身體，並且喺服侍上帝嘅時候更加得力嘅時候咧，你就舉手啦咁。咁我以為個個都係咁樣，我咪舉手咯。點知全場我諗接近100人喺咗在場咧，我全部都唔識噶嘛，我唔識嘅教會嚟噶嘛。冇人舉手喎，咁我好尷尬。你一個，我尷尬，我即刻擺低手啦。更尷尬嘅事情就發生咧，就牧師喺個台上面突然間就指落嚟咯。佢睇到，佢指住我，佢就話感謝主，你應該要去做宣教師，因為你有感動。咁樣我就好震驚同埋好尷尬。其實當時嗰刻，咁就完咗嗰個崇拜之後咧，我就同我啲朋友分享啦，即係基督徒嘅朋友分享，我就話頭先你都知幾尷尬，得咁話俾件事俾佢聽。我朋友咧就突然間同我講咗一句說話，佢話你有冇諗過呢句說話其實係上帝同你講嘅咁？我話唔會啩，點會啫？我身邊嗰啲一係就爸爸係牧師，一係由細喺教會度成長嘅咁。我當時咧其實真係認真翻教會，講緊5-6年嘅時間，即係聖經都未一次都未讀完，點會揾我啫？揾都揾佢啦，係咪先？佢由細翻教會翻到大，諸如此類咁樣樣。佢咁講嘅時候，我就話唔會。跟住佢講下咧，即係同我傾嘅時候，佢話我就開始有啲猶豫，話應該唔會嘅，唔會啩咁。跟住最後咧，我就即係同我朋友傾，我話咁我應該點做啊？佢話你祈下禱先啦，咁樣樣。同樣嘅對話咧，其實我係分別同2-3個我身邊同我最親密嘅朋友啦，即係基督徒朋友傾，佢哋同時都係咁樣同我講，呢句說話係咪上帝同你講嘅？咁於是我就真係認真去諗，係咪真係神同我講呢？我就為呢樣嘢去祈禱。而嗰陣時我開始為呢樣嘢祈禱嘅時候，每一日神都係藉着我讀嘅聖經，係去鼓勵我要去服侍佢。上帝預知人嘅一生，亦都係佢定人嘅腳步嘅。上帝對 Ella 嘅呼喚，Ella 係冇辦法逃避嘅。親愛朋友，唔知你又知唔知道你活喺世上嘅目的同埋目標嘅呢？
你又知唔知道上帝對你嘅心意又係點嘅呢？教導我日子怎樣行，每日數算主人，讓我得着智慧的心。神啊，願得見你榮面，寧靜地安躺於你身邊，每天思想你的聲言，求你讓我飽得你慈愛，憑着應許到每天，一生一世隨着你不變。所以到經歷咗大半年嘅時間，我最後就決定去啊。點解要經歷大半年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相信要做呢個決定係一定要從上帝而嚟嘅。就好似上帝係我哋嘅教練，我哋如果係一隊足球隊嘅話，其實唔係每一個人都要做傳道人嘅。我哋做信徒，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即係傳福音啊，去關心人，呢啲全部每一個信徒都應該要做嘅嘢。所以如果上帝叫我守龍門，我就守龍門；上帝叫我去前鋒，我冇理由走去後衛嗰度。呢個一定係上帝俾嘅一個職分嚟嘅，咁所以我就要好清楚係咪神你俾我嘅。第二呢，就係我要經歷呢，就係面對我爸爸，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做一個咁嘅決定呢，我爸爸一定會反對。咁果然呢，就真係我開頭同佢傾嘅時候，佢一直反對得好激烈。因為本來份工咁好，係咪係覺得？冇錯啦，而且呢，就呢份工係好到一個地步呢，其實對我自己嚟講都係嘅。我唔覺得咧有任何嘅推我出去嘅力量嘅。我上司係好錫我嘅。我有能力去完成我所有嘅工作嘅。咁我係公務員，即係話我估計應該我唔會俾人炒嘅。即係最多退休噶啦。係啦，同埋我本身我嘅性格都唔係一個有野心嘅人，我唔使飛黃騰達嘅，我唔使大紅大紫嘅，我只係好想認認真真做一個好嘅節目，對得住我嘅聽眾，對我嚟講一非常足夠，所以係完全冇一個我唔想做啦呢份工，我不如轉工咧，我係完全冇呢一種嘅感覺。係唯有要我離開咧，就只係因為外邊有一個拉力係拉我出去，咁上帝就有呢份嘅拉力。到我同我爸爸傾咗大半年之後，有一日佢終於同我講，無論你做咩決定，我都會支持你嘅。咁呢句說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釋放。我就喺嗰一刻開始就去即係報神學院啊、辭工啊，做一切嘅準備。咁就開始讀咗3年神學之後，咁就出嚟做傳道。頭先同你傾，你做記者話好震撼嘅場面，就係即係見到個暑期工吓，咁咧死咗佢家人好傷心嘅時候，你想擁抱佢吓，咁但係做記者唔可以咁樣做吓，咁但係當你做傳道人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用生命去影響生命，可以做多啲嘢，係咪？其實都係，不過我另外有一個限制，我原先係一個咧其實好冇安全感嘅人嚟嘅。雖然我係做電台嘅，但係我後來發現咧，其實我好冷漠嘅。我同我嘅聽眾咧係好有距離，我所有嘅溝通咧其實係單向嘅。我可以唔使我理啲聽眾點樣，我就只係表達我需要表達嘅嘢。咁所以反而係我當我知道我真係要進入做一個生命工程嘅人嘅時候，我就常常同上帝祈禱，神啊，你要俾我一個有足夠嘅愛，我能夠擁抱我所要服侍嘅人。如果唔係以我咁冷漠嘅人呢，我係唔會夠膽去接觸嗰啲人。我甚至係我好驚我會受傷，我而唔夠膽進入一個咁埋身生命影響生命嘅關係。但係咁樣係做唔到噶嘛。如果你唔埋身，你點做到嘢呢？咁我就成日祈禱同神講，你要俾我咯。即係其實傳媒人啊、電視新聞報導啊呢啲，其實係作為生命一個旁觀者嘅角色，到成為咗宣教師咧，好似係介入多咗啦嚇。咁咧中間咧，你嗰個心路歷程係啲咩？得到啲乜嘢？最大嘅得著係真係改變咗我自己先嘅，因為頭先嗰一節我都提過，我本身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人。咁因此咧，對於即係感情嘅關係啊，或者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咧，我其實都係後來先發現，原來我都係幾有距離嘅，可以同人幾冷漠添，甚至乎。但係如果我作為一個生命工程嘅即係工作者，我係唔可以係咁。於是乎我就求神去改變我，但係改變嘅過程其實係好辛苦，因為我真係要將我自己首先要
拋出嚟要俾人睇啊，即係我將我生命最真嗰一面要流露出嚟。而我係真係好害怕受傷噶嘛，咁變咗就成喺個咁嘅拉力嘅裏邊。但係我好感謝神啦，因為我神學院裏邊有一班好好嘅同學，佢哋好接納我，即係無論我幾咁奇離古怪啊，點樣都好，佢哋都係好，仍然都係好接納我，就容讓我有陣時我唔開心就唔開心，我突然間好即係抽離又好抽離，佢哋好接納我就咁嘅狀態。咁就喺嗰3年嘅過程嘅裏邊，首先係上帝讓我慢慢對人有一個安全感。恩雨從天降，滋潤同路人。恩雨同路人。當我對人有安全感嘅時候呢，我先至有足夠嘅能力呢去接觸我而家服侍緊嘅年青人。如果我對佢哋都有距離嘅話，其實年輕人好明嘅，好清楚，唔好當佢哋傻嘅，佢都會同你有距離。咁其實你就咩都做唔到。咁所以我好相信聖經裏邊一句說話就係愛裏邊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將恐懼除去。就係因為我經歷到人一個好多嘅接納同埋愛，其實亦都係因為上帝對我嘅接納，以致到我係將我自己裏邊嘅恐懼拎開咗，我係夠膽同我嘅年輕人我去分享我其實以前都軟弱嘅，我以前讀書又點啊，我或者面對關係嘅時候，我以前都係咁樣樣。咁佢哋慢慢就會見到，咦，呢個導師係真係會流露一啲真嘅性情。我唔高興嘅時候，當然我會處理下我自己啲情緒，但係我會好坦白同我啲年輕人講，我話其實你頭先咁樣做呢，我係唔開心，我解釋俾佢聽，點解我唔開心。或者呢，有陣時我會話，其實你咁樣講說話，其實好冇禮貌嘅，你有冇諗過啊？其實你有冇諗過，其實聽個人嘅感受係點？咁後來我發現原來年輕人係咁嘅，佢會好着重你係咪真誠地話俾佢聽佢嘅錯處。其實佢哋唔係支持唔住你話佢錯嘅，反而係你真誠地話俾佢聽，你咁樣做係有問題嘅時候呢，佢哋呢係會接納到，並且佢話其實從來冇人咁話俾我聽，咁係唔啱。即係我哋而家有陣時候好多成年人係好怕啲小朋友受傷害，所以我哋不住咁鼓勵，其實都係我哋要不住鼓勵。但係鼓勵嘅過程嘅裏邊呢，其實我哋要指正佢究竟係乜嘢係一個啱嘅方向。嗱，可能路係好多條，但係起碼個方向其實都係一個啱嘅方向。容讓佢哋喺呢啲跌跌碰碰啊，佢哋又會錯下，接納咗佢哋會錯，咁佢哋先至會能夠成長。亦都讓佢哋自己接納，係啊，你都會錯㗎，但係錯咗唔緊要，咪喺嗰度起翻身咯。即係而家主要係服侍青少年嚇，咁你遇到嘅問題多數都係啲咩問題咧？哇，咩問題都有，因為我早頭嗰3年啦，我喺天水圍嗰度服侍青少年嘅，咁又係比較基層啦。我成日形容就係你諗到嘅問題實有。即係老夫少妻啊，即係小朋友好細啊，但係個爸爸抱住佢嘅時候，究竟我有陣時有啲猶豫，究竟佢係爺爺定係爸爸等等。虐兒係好多嘅。咁我都試過曾經遇到一個學生，佢好頑皮。咁我就一路去佢因為喺我個班嘅裏邊教緊聖經科咁樣樣，咁我就首先就移佢埋一邊，就請個導師去即係處理佢。咁我要教噶嘛，教完嗰科聖經科之後，咁我就之後同佢傾偈。我話你點樣啊？你咁樣樣，咁頭先你咁樣做嗱，你影響課堂，你又學唔到嘢，等等同佢傾咗一輪，最後就話我好想為你祈禱，我有乜嘢可以為你祈禱啊？咁個學生突然間拎起咗件衫袖。我想爸爸唔好再打我。咁我就明晒點解佢當時佢有咁多頑皮嘅表現。咁咧我眼淚就滴咗落嚟。我就為佢祈禱。咁啊跟住即刻同社工講有件咁嘅事咁樣樣。咁原來社工都係跟緊呢一個當時嘅個案咁樣樣。咁喺天水圍我哋就常常都會面對呢啲嘅處境。做唔切啊，其實我會認為做唔切。我記得我翻工嘅第一個禮拜。遇到有一個婆婆跳樓，我知道咗之後呢，我記得我經過嗰棟樓宇，其實我每日都會經過，即係離開學校嘅時候，我會經過嗰棟樓宇。我嗰日突然間望住嗰棟樓呢，我個心好寒啊！我喺度諗究竟喺咁多個窗戶後邊有幾多個類似嘅故事呢？咁我後來大約知道個婆婆應該係因病所以厭世。咁我究竟有幾多個呢啲故事呢？哇！天水圍咁多棟樓宇，我哋當時喺教會喺學校做，
我哋可以做到幾多呢？我突然間覺得天水圍好大，原來我好渺小。原來雖然我係做咗傳道人，我唔係記者嘅角色，原來都仍然有限制，我仍然咩都做唔到。咁我就一路行，即係離開嘅時候，我就喺度祈禱。我同神講話，神啊，如果呢一刻喺個窗口後邊有一個人呢，係佢想跳落嚟呢，你救佢，你叫佢千祈唔好跳落嚟，你叫佢千祈唔好跳落嚟。我就一路喺度咁樣祈禱。我的心為何幽悶？你為何如此苦惱？人像墮進深淵，含着淚哭訴，圍住我是困倦煩躁。要等多久放回天亮？試問誰人可知道？靈魂像已枯乾，無能力禱告。神啊，你是否看到？求給我力量，堅定相信，陽光不見，但主的心意依然是最好。在幽谷中仍仰望，從深處求告，求你叫愛好成為歌舞，請給我力量，堅定相信，神必看顧，令我不致驚途上跌倒，逆境中可存盼望，尋找的必找到，願一生躺進你懷抱。咁到我而家啦，咁我後來3年之後我就離開咗，就翻我自己原本翻開嗰間教會，我哋叫母會啦。咁我就仍然都做青少年嘅工作，但係呢間教會咧就係間比較中產嘅教會嚟嘅。中產嘅教會同基層嘅年輕人呢，其實係冇兩樣，其實佢哋需要嘅嘢都係好簡單。你好認真去關心佢哋，聽下佢哋講，知道佢哋嘅需要。無論佢哋有錢同埋冇錢，其實佢哋都係好冇信心。佢哋讀嗰間學校叻定唔叻 ，Band 1定 Band 3都好，其實佢哋對自己都係好冇信心。咁所以我就成日喺個過程裏邊鼓勵佢哋，話俾佢聽，上帝做佢係好有價值嘅。無論你讀書有幾叻，或者你讀書好唔叻，上帝做你都係有你嘅心意。咁就係咁樣去一路同啲年青人去建立關係。係啊，慢慢我就發現原來啲年青人都係激勵咗我，鼓勵咗我。佢哋生命嘅改變呢，係讓我好滿足。我哋見過一啲小朋友嘅時候，我哋叫做4大天王啊，有4個小朋友激到頑皮，成日喺主日學度走嚟走去。今日佢哋成為咗年輕人，突然間大個晒，喺教會裏邊成為領袖，佢哋去帶啲小朋友嘅活動。當佢哋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你好難唔讚嘆上帝嘅奇妙啊！真係佢係改變人嘅生命。你頭先講嗰個場景都好觸動我吓，望向嗰層樓，即係幾多個窗後邊嘅人係面對好多人生嘅問題。但係呢個咧，當佢聽我哋嘅廣播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佢就收到生命嘅信息啦吓，即係喺窗後邊吓，佢聽住收音機啊，聽住咁其實你從來都冇離開過傳媒界吓，即係你仲幫啲咩手啊？我而家係恩語之聲嘅董事啦，咁主要係參與佢哋一啲嘅製作，去俾一啲意見啦。咁特別係我哋都有電台嘅節目啦，亦都喺過程裏邊，我係做訓練一啲新人嘅工作。咁過程裏邊係我又覺得阿神又俾我另一個向導，原來我喺教會裏邊呢係做好多青年嘅領袖嘅培訓，但係今日原來我喺一個傳媒嘅行業，同樣地我都係做緊一啲培訓嘅工作。不過我今次培訓嘅呢，就係一個走在前線，係要喺傳媒裏邊打屬靈仗嘅一啲嘅DJ 啦，或者我哋嘅節目主持。
我係建立緊佢哋嘅生命，多於係建立佢哋嘅廣播技巧。我係鼓勵佢哋要做好自己嗰個生命嘅根基，多於就係當你生命好嘅時候，你自然流露，你喺你嘅訪問啦，你喺你嘅做嘅節目嘅製作裏邊，自然你就會好肯定呢一個位份嘅重要。因為傳媒其實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行業，但係同時亦都係一個好有破壞力嘅行業。節目主持嘅生命素質係非常之緊要。咁我好多謝上帝，我而家有機會參與喺呢項嘅工程嘅裏邊。將佢一把兩刃劍咁樣吓，真係好，亦都有唔好。咁你點樣先至可以傳達啲好嘅信息？即係你正能量啦。我成日都話你播嘅歌要係 good music 咯，即係好嘅音樂。好嘅音樂就係佢嘅音樂要好，同埋表達嘅信息都係要好。你要認真，我成日形容有3個信息，就係求真、求深同埋求新。求真就係我哋要最貼近真相，我哋要將最真嘅話俾人聽，包括我哋嘅信仰有幾真。第二係求深，就係你要做一個有深度嘅人，你嘅信仰要有深度，你嘅生命要有深度，所以你每日要去更新，你冇得食老本嘅做傳媒。第三就係求心，你係擺個心出嚟，要有一份熱誠，你要好有熱誠去讓聽眾聽得到，你係俾咗心機去做呢個節目嘅。咁咧節目嚟到呢度咧，都好多謝小琪嘅分享，希望咧佢嘅生命見證咧都可以影響咧聽眾嘅生命吓。多謝晒，拜拜。曾追追趕趕，營營役役漂泊，慨嘆世上無從遇見快樂。人像蟻擦過肩膊，從老寂靜冷漠，問何年何時才能尋着天國？迷失的心窩徐徐遇着光線，悄悄發現原來是你笑面，寒夜裏送我溫暖，同渡患難片段，在遙遙長途仍然持續不變，是你的愛過越未來，如此熱愛令空虛都變精彩。那巨明天洪水撲面而來，狂風或冷雨也沒法將這愛遮蓋。自碰到你孤單不再，全因為你用驚喜取替悲哀。茫茫人海從此不需感慨，能找着你是畢生中最美的真愛。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深入嘅了解，我哋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我哋嘅電話係604-244-3767。多謝晒 Ella 洪小琪嘅分享，唔該晒周淑萍。傳媒界有啲嘅美語咧就話明燈，就係表達咗業界嘅角色同埋使命，幫助人加深嘅了解生活所在嘅人同埋事，咁以至咧就可以作出明智嘅選擇。講得深入啲嘅咧就話可以幫助人制定人生嘅目標。咁而傳媒界另一個美語咧就叫做話社會喉舌，意思係話係肩負住重要嘅使命去表達正確嘅訴求，力求係改善社會。咁樣睇起上嚟，傳媒工作都好有意義嗬。咁 Ella 咧，現在咧亦都有用佢喺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同埋經驗咧去培訓同埋扶持啲後輩嘅。而佢喺多年前個人嘅領袖咧，就係選擇咗上帝俾佢特別嘅使命去做宣教師。佢好埋身嘅走進去年青人嘅心靈，做輔導同埋教導嘅工作，就係為咗幫助呢啲年青人嘅成長。Ella 佢有機會見證到最冇限制嘅力量係嚟自上帝嘅，因為上帝能夠好奇妙嘅嚟到改變人嘅心靈。新盼望上帝都藉住 Ella 呢次嘅分享，能夠觸動到你嘅心靈，願意去尋求認識上帝。
我哋嘅生命熱線電話號碼係416-788-3322。好啦，接住落嚟送俾你呢係一個特別嘅環節，係由葉萬壽先生同大家分享嘅。葉萬壽先生佢喺香港好豐富嘅社工，同埋有多年嘅輔導經驗。佢特別對於人嘅性格呢有好深入嘅研究。好，咁我以下呢就交俾何嘉麗嘉嘉同葉萬壽先生傾下認識自我呢個話題啊。葉 Sir 你好。大家你好，葉 Sir 啊，好多人咧都話我認識我自己噶啦，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啊？但係可能從別人嘅眼中就話，喂，原來你唔係，係啱啱相反嘅，咁自己就好唔開心啦。喂，唔係，我明明係認識我自己噶，點解人哋會咁咧？啊，佢唔了解我啫，佢唔識我啫，我都係揾個認識我嘅人，但係可能咧有啲人咧一世都覺得冇人了解自己，係啦，咁究竟乜嘢叫認識自己咧？我諗認識自己咧，即係嗰個係一個所謂對自己一個比較係客觀啦，唔係一個淨係憑住自己個人好主觀嘅諗法啦。咁既然如果要客觀嘅話咧，其實係好多途徑嘅嚇。即係我哋上一集都嚟提過話咧，我哋可以透過別人嘅眼睛、人哋嘅一啲嘅所謂 feedback 回應去認識自己。咁呢一部分其實係可以包括好多方面嘅。你可以譬如話接受啲性格測驗啦，見下心理輔導員啦、心理學家啦，或者同朋友去傾談啦，或者你嘅上司下屬啦、你嘅家人啦、兒女對你一啲嘅所謂回應啦。所以其實嗰個 source 個來源係可以即係幾百個來源都得㗎。係咪？如果你朋友多嘅話，咁第二咧就係咧，我哋有陣時對自己嗰個嘅反省。不過人咧往往嘅反省都有自己嘅盲點。即係你有陣時夜晚坐低將我自己好多特別習慣咧，就有陣時夜晚瞓覺之前，我會將我個日嘅生活咧，好似電影咁咧，就重播一次。咁反省下自己喺嗰個時刻做得啱唔啱？如果下次做嘅時候咁樣講嘢態度好唔好？咁我發覺咁樣係幾大幫助。但呢個咁嘅做法咧，始終人係有盲點啊。盲點意思就係話你通常都會覺得自己幾好。其實好多時候人對自己認識咧，個認識唔係真正自己嚟嘅，可能係一個理想自己嚟嘅，即係一個所謂投射 projected 嘅 self， 以為自己咧係一個好好人，以為自己可能好溫柔嚇。譬如上次我提過，我成日都覺得以為同太太傾偈咧，我係好願意聆聽，同兒女傾偈係有商有量。但佢哋話唔係喎，佢覺得我咧講咗就算㗎啦，冇得討論空間㗎啦，或者拗唔夠我拗。咁當我咁樣聽嘅時候，我發覺，咦，原來我以為自己一個好 soft、好 gentle、好溫柔嘅丈夫，一個好好嘅爸爸。咁但原來起碼我屋企人唔係咁樣睇我喎。咁於是即係話我對自己嘅睇法咧，係同自己嗰個人哋俾我嘅 feedback， 人哋俾我嘅回應咧，係有啲差距咯。咁我必須一定要作出一啲適切嘅即係反應嘅回應。咁第三樣我覺得更加寶貴係咩？就係我哋有信仰嘅人咧，我哋可以透過上帝嘅眼睛、上帝嘅話語，譬如聖經或者咧聖經嘅教導咧，認識自己更加深。其實每個人嘅內心世界都有佢一啲陰暗面，啲陰暗面咧係可以包括我哋嘅性格嘅盲點啦，我哋同人相處一啲嘅唔好嘅地方啦，或者我哋一啲所謂罪性。咁但係聖經嘅說話其實係好豐富同埋好溫暖嘅。佢係咧係好柔和咧，係要挽回我哋，提醒我哋咧做人應該點樣做啊，同人相處之道應該點樣啊。所以我覺得如果當你有信仰嘅時候咧，就俾坊間好多嗰啲即係所謂好 self help 嘅書，即係自我幫助嘅書咧，點樣認識自己啊，點樣同人相處啊，幾分鐘之後就可以點樣贏取別人嘅歡心咧？嗰啲書咧其實有信仰人咧，我覺得係更加係即係高超好多，更加係超然好多，而且係更加豐富好多咯。但係葉 Sir，你會唔會同意咧？就係喺認識自我嘅過程咧，真係涉及好多主觀嗰個嘅觀念喺度。咁會唔會咧？就係你越更加想認識自己嘅時候咧，越讓自己推進去主觀嗰個嘅方向咧？嗱，如果我哋純粹係憑自我反省咧，就肯定會。但係如果我哋多啲從人哋嘅眼睛去睇翻自己，去聽翻自己咧，可能你嘅認識自己就會豐富好多。咁而喺心理學界因為我自己做輔導都做20幾年啦。其實心理學界咧有好多好簡單啲所謂性格測驗啊，啲工具咧能夠幫助自己嘅。咁呢啲工具往往咧，如果真係要出得街，如果能夠真係要賣得出街俾人做咧，往往咧佢背後係做咗好多嘅研究 research。咁譬如話會將人嘅性格某啲行為咧係將佢所謂標準化 standardize。咁往往可能要起碼研究過5萬個人、10萬個人咧個測驗先出得街。於是就將你呢個人咧同呢10萬個人比較，
你譬如話係開放啊，你係關閉啊，你係外向啊，你係內向啊，你係浪漫理想一定現實咧？咁於是就有個譬如客觀嘅對比去認識自己。咁所以有陣時咧，我發覺而家譬如我喺香港啊或者加拿大，無論開課程講座啦，呢類課程都好受歡迎嘅。即係一個好特別現象。我知你近年呢又研究咗，即係用一個系統咧嚟同我哋做一個嘅測試咧。其實嗱，我知道過往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啊。咁點解你會用呢一個系統叫 MBTI 嘅系統？會唔會就係真係最完善嘅系統咧？嗱，其實每個系統都好難講自己完善。不過 MBTI 一個好處咧，呢個性格測驗或者有呢個人格測驗咧，佢好處地方就係咩咧？佢係唔測驗咧嗰個參加者咧嗰個心理有冇病態嘅。咁即係話你做咧係好開心嘅，就唔係去幫人發現個問題，而係只係話咧你喺某種場合咧，你係比較外向內向啊，你比較浪漫理想啊，定係現實啦？你做決定嘅時候係感性啊、理性啊，你嘅生活係好有紀律啦，定係冇乜所謂啊咁樣？咁又從呢4方面咧，再4乘4得出起碼16種大類型嘅性格。咁我發覺有陣時做呢啲性格咧，或者呢啲課程，啲人好開心嘅。原來我咁樣嘅喎，原來我咁樣嘅喎，咁起碼佢有個即係所謂少少嘅框架咧，係認識自己一啲渣男。咁當然呢啲性格咧，唔係話一定係就你係咁就係完全絕對係咁樣。即係譬如你係一個外向啲嘅人，你都有可能有啲安靜個人嘅時間。但係當你好安靜、好內向人，你都有陣時迫於無奈。譬如我有陣時我去搞講座，我都好外向講好多嘢㗎。但實際上我係比較內向，我比較安靜嘅。咁即係其實人好多面咯。但係有呢啲咁嘅框架咧，你就好似有少少比較客觀具體嘅渣男咧，係知道自己大約係點樣。而且如果你認識自己呢個性格嘅時候咧，好多行為可以預測㗎。好得意嘅，有人甚至將呢個 MBTI 咧稱之為行為預測學。我就唔係好中意預測呢兩個字，因為好似咧係好控制、好操控性。嗱，譬如我太太好外向，我係好內向。咁你有樣嘢可以預測到咧，就係當我哋收到一個朋友嘅請帖，咁我反應通常皺下眉頭嘅。又要出去啦，又要應酬啦，又要對住全台10個8個唔係咁熟嘅人咧，洗棚啊，同人講笑啦。咁如果你真係嗱，除非同台啲人好熟啦，如果你俾我揀啦，通常都揀唔去。咁啊，於是婚姻就好多矛盾啦。我太太就話：唉，好心你做和尚啦，你真係去深沙嘢啦，去安靜啦。因為佢一收到帖，佢好高興，可以見到朋友啊嘛。就算你唔熟，佢覺得又可以認識多啲人啊嘛。所以通常佢咧係會早到遲退㗎。飲會早到遲退咧係好食，但係我咧通常咧遲到咧就早退。咁呢幾年更加好咧，就係佢有時話：喂，你去唔去啊？咁我話我唔係好想，咁我去得唔得？我唔理去咯咁。咁有時真係我哋真係好似好衰咁咧，就各自精彩啦。即係除非個朋友真係好熟好老友記，我通常都會去。但係如果譬如即係唔係咁熟啊，又借啲意啊，想睇下書喺屋企靜下聽下音樂啊，預備下啲課程咧，我通常就匿喺屋企嘅。咁葉 Sir 你有福啊嘛，因為你一個了解你嘅太太啊，即係如果你佢接納我啦，唔係咯，佢接納你啊嘛，即係調翻轉頭，我以前咧俾人哋感覺係好靜嘅，唔出聲嘅。但係話家如果你要做電台啊，冇辦法㗎啦，你要逼住啊，你要講好多嘢啊，你要俾好多歡樂人哋啊。咁我都問我自己係，其實我以前呢係一個真係好靜嘅人啊。但係你會發覺咧，當我認識自己係一個咁靜嘅人，好悶啊。即係自己好想去改變嘅。即係學你話齋，你都講自己好想去改變，同埋冇俾人嘅感覺係咁咧，係好冇癮嘅。其實我自己都冇癮嘅。到而家真係轉變嘅時候，呢啲人會覺得，唉，你根本就唔係咁，你係夾硬係咁嘅啫。所以好辛苦啊。會辛苦啊，但係你話問我都會同你一樣咧，話如果我有得揀咧，我都希望。一大班人咧，我就少啲去啦。不如喺屋企睇下書啦。咁呢個會唔會就係究竟我係咪認識自己咧？因為係我喺度俾人影響緊我咧？嗱，我哋嘅性格咧，往往咧有啲所謂真正性格同埋所謂一個功能性格。功能性格咧係愛嚟應付出邊世界嘅。咁即係話一個譬如話嗱，如果你講外向咧，佢通常呢啲嘅矛盾係少啲嘅。佢如果已經外向，佢翻工佢去飲，佢咪用翻佢自己真正嘅我咯。但係咧一個外向人咧，如果佢咧去到一個好安靜環境，都要扮安靜咧，佢就辛苦啦。咁所以咧，佢扮安靜嘅時候，嗰個就係佢嘅所謂一個功能性格啦。但係譬如調翻轉，我自己係一個比較內向安靜人，好似你咁樣咧。咁去飲啊，去翻工啊，見人啊，講座嘅時候咧，我個外向咧就要出啲啦，要逼自己啦。咁但我翻到屋企咧，我就即刻好安靜啦。咁其實好得意嘅，我哋往往有時你問佢一個問題就係，當你休息嘅時候，當你一個人嘅時候，你 prefer 你寧願點樣？嗰度已經見到一個人外向內向。咁你問我你安靜，譬如我今次去完加拿大翻到香港之後咧，我相信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我會去行翻山。因為香港我朝早行山嘅，好似阿伯咁又好早起身嘅。咁我行山咧，係啦，我行山我就唔中意同人去嘅。
所以我啲老友記住喺隔離話，誒幾時行山同佢一齊去啦。如果我同佢行咧，通常我就日頭，譬如星期日下晝，大班人招呼朋友一齊茶娃娃。但甚至行嘅時候都係傾兩句，我就喺前面自己一個人行，好衰嘅嚇。但係如果話平日咧，我就可能會 prefer 一個人靜下。咁講咪睇你自己真正性格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其實當你能夠掌握自己真正性格咧，反而咧對你行事為人啊處事有幫助嚇。你知道自己需要靜。嚇，咁適當時候你咪去靜下咯。咁但係要做啦，要多嘢做啦，咁你都逼下自己去做，就唔可以即係成日匿埋咁樣。啊，呢個係彈性處理，同埋要接納自己咧，真係有兩個我㗎，有兩面嘅我啊。我哋點樣喺適當嘅時間做翻適當嘅我咧？呢個就可能係真正認識自己啦，係嘛？係咯。愛如春風吹我心，愛如星星伴明月。地上艷美，誰也樂意珍惜。愛能犧牲不畏縮，愛能真心分享，亦能彼此信賴同共勉。可將幽怨盡驅散，盼望能將愛心給你，盼望能給你。知道愛心可以做橋樑，未怕口圍牆。盼望能將愛心跟上，盼望能分享。知道愛心可以做橋樑，未怕口圍牆。唔該晒嘉嘉，多謝晒葉先生。有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但係我哋就喺呢度話，如果深入知道自己，又深入認識上帝呢，人生就可以過得更加嘅豐盛。上帝同我哋嘅關係真係不可分割嘅。親愛聽眾朋友，你有冇其他嘅想法呢？歡迎你同我哋嘅生命關顧員傾下㗎。好，再次多謝你收聽恩語同路人，約定你下次再見啦，願神賜福俾你，拜拜。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深入嘅了解，我哋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我哋嘅電話係416-788-3322。一天過了，再碰上新一天。一切事物是每天在變，心驚怕要應對百般轉變，不怕倦是上帝的黎面，在每天神同行是有保守，疲乏裏地自身心恬靜，不驚怕我靠你壯膽得勝，只讓我你在每天護庇，迷路上落在大雨天，一切在他手中，恩與同路人。人生有高峰，亦都有低谷，但係人生有咗佢，就必定有祝福。人生萬變，但係耶穌嘅愛就永遠不變。